来这件是啉酒惹祸端咯。高雄市这个少年呢，半暝啊唱歌啉酒，要转去，佮家己来开车，到一个路口。 红灯违规倒弯，互警察甲抓落来盘查，结果是规身躯的臭酒味，酒测值超过标准，警察甲开单，伊真袂爽，毋但甲警察勒，佮骂警察是贼，警察甲扣手铐，佮甲警察起冲突，即声即个罪名加出几啊条咯。 好啦，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啊，我讲查啦尔，靠啥话？你讲啥？这查甫人骂警察，警方听到了，想要问清楚，想要到伊骨里证。我讲你啊！好了，我讲你啊！警方将这查甫人压制在地，伊阁继续骂警方提出手铐，以现行还价逮捕。 边仔伊的女性朋友一直甲安大，这个查甫人是被压上警察车，搁去试试验。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是因为赛车拄着红灯时正越违规，互人抓落来，一个落车规身躯臭酒味。我就是怕大家找不到，你也通融一下我们民众的嘛。0.59，先生，你先触犯刑法。来，触犯刑法公务危险罪哈。 今日日透早2点多，26岁姓王的查甫人甲亲人去 KTV 啉酒了后，游玩赛车上路。违反公共以不雅言辞辱骂员警，员警当场压制逮捕，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妨害公务罪嫌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这个查甫人为着一时方便，毋但啉酒赛车，佮违反交通规则，同时佮骂远景，罪加一等，这恐惊为一时的闯碰付出代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